再去看世界，咱来去日本，日本的新内川的海豚啊，出产真侪乌尼，乌尼的数量是侪甲强要甲这海草是食了了，所以当地的水产技术中心专赶紧甲这乌尼拢好起来，改用高丽菜甲饲，毋但抢救海洋的生态，即嘛听讲食高丽菜大汉的乌尼，口味口感是搁较香，搁较甜。 伫咧日本神奈川县豆子市的志工团体渔民也有研究人员，长期伫咧海边啊采集这种紫海胆，因为因的数量实在太多了，甲海草这款海洋食物食了，造成海花沙漠化的危機。海藻がなくなった場所はウニがかなりいるんで、それをダイバーだとか漁業者、漁師の人が潜って、あとはその水機で。 拾ったりで駆除はしてるんですけど、全然減らないので、ものすごい数がいると。海草是海洋的森林，鱼仔的庇护所，对维持生物多样性正重要，所以一定要把这款伤过侪海胆掠走。海胆一档一档好起来了，以前拢是送去附近，和造产人做肥料。 神奈川的水产技术中心怎么开发出新的用途，互因踮伫咧人工的环境，用一寡较歹、无要卖、要报废的蔬菜甲因饲，发现这款海胆正爱食，特别是高丽菜、小香菜等这款叶菜类。因若食蔬菜海胆，伊会当摕来食的成熟线会生做较大，食起来是比野生的海胆气味较甘甜、较好食。 この研究所ですと、キャベツですとかそういう野菜を与えることによって非常に美味しいウニができる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ので、それをどうにか、商業化してですね売り物にするような研究を現在進めているところです。神奈川县以前的研究有试过各种其他食物，海胆是无紧食，不管是豆腐、鱼皮、酱菜，因拢食。要是发现叶菜类效果上好，要若是食柑仔。 因为烧水会更加饱。伫最近这几年，台湾的平湖、马祖也赶快用高丽菜饲海胆的实验计划。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